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请将手机关机或关静音。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用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上帝，一起拍手。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跟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哈利路亚！感谢神，颂赞全能都归于你。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跟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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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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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放下一切，有3个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沉泪，主我来。生命在于你，这时光都变成新，
的主。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真理，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苦，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盼望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让我们一起安静心来唱这首歌。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承诺，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为你塑造，我最渺小，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你就是唯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一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深知道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去寻见你，能在你，我愿永远实现。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都为你塑造，我虽渺小，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
主啊，你是我们的唯一，我愿永远的栖息在你的同在里，在我们的软弱、迷惘的时候，你总是会陪着我们，为我们带来力量，让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而是此时刻都有你的同在保守着。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深邃的灵魂因你苏醒，这一生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的曾经，自从遇见你，期盼每个黎明，你就是唯一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被你爱惜，甚至到我值得被珍惜，亘古不变的约定，飞到地极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栖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使我们一生都得以饱足，不致缺乏。就算在这世界上，我们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你也愿意用你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求你在我们往后的人生中，持续的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也要紧紧的跟随你，活出得你喜乐的生命。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进行奉献。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愿我们的生活成为对你奉献的礼物，愿我们的行为和言语都能荣耀你的名。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去爱人如己，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成为你爱的管道，传递你的慈悲和恩典。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感恩的心，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信你与我同在。求你引导我们走在正义和仁爱的道路上，教导我们以谦卑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你的见证，照亮身边的每个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所住的社区，赐给我们平安和安全。愿我们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看到你的恩典和祝福，并将这份恩典和祝福传递给我们所接触的每个人。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对你奉献的礼物，永远颂赞你的伟大和慈爱。我们要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报告。我们来看教会的消息。这些公祷事项、代祷事项，请大家回家。我们每天一样，都为了这些事项，我们来献上我们的代祷。那今天这个礼拜天，我们非常感谢罗牧师特别带来了美好的信息。那愿主保守罗牧师虽然已退休，可是依然为主做工。罗牧师之前是当我们建仁教会小会的议长也是真的不辞辛苦。那我们今天知梅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礼典及召开小会。那我们义节牧师跟干事随队参与琴社妇女团契的联合退休会，人数大约有70名参加。那另外下主日5月12号是母亲节感恩礼拜，为了表达我们对妈妈的敬爱与怀念，礼拜中有儿组那也有青少契的戏剧展演，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请在会中也会有一份小礼物致赠给每个母亲。那5月19号星期日为圣灵降临节，我们将举行本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要预受洗，想要受洗坚信礼设立会籍的兄姐，请向牧师报名我们好准备相关事宜。那请陪参肢体，我们预备自己，我们用敬虔谦卑的心与主同坐席。那5月26号，这是全教会活动，礼拜天下午的12点半，教育部将举办全教会趣味竞赛，地点就在我们建成国中篮球场。那为了方便我们主办单位预备相关的物品，请大家参加者请务必要到1楼柜台登记报名。那去年度112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准备好了，那请到你的月献柜或是到公布栏自行拿取，这个月刚好要报税那今天团契消息，5月4号到5月5号就这2天，琴社跟妇女团契联合退休会，他们到了苗栗威尼斯温泉露营地希望这2天的营会所安排的所有的活动一切都顺利，都平安。好，以上报告。那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0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0节。好，我们一起，我来攻读，请大家一起来仔细详细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对不起，我念到40节就好了，牧师我多念1节了。来，今天我们罗牧师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生命的冠军。来，我们来请罗牧师，请。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各位来敬拜神。愿神的荣光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也愿神温柔的手能够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让我们带着饥渴沐浴的心来到神面前，都能够得到饱足，得到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实在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祝福，一个幸福。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神你应许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有重生的生命。我们如何去经营这样一个宝贝的生命，来荣耀神，这是我们一辈子时常要思考的问题。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神你的话语当中来找寻答案，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更多人来看到主你的荣光，来亲近你，来享受神你莫大的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曾经在澳洲牧会10年，有没有人去过澳洲？有，请举手好吗？一个，好，2个 ，OK。不同的国度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哈。那我在10年当中发现说，澳洲跟我们台湾在教育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育义务教育是12年嘛，对不对？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但是澳洲只有小学跟高中，小学念7年。然后从8年一直念到12年，8、9、10、11、12、5年，那是高中。那很有意思的是说，从读到第1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一个决定说，你要继续读大学，或是你要读专科学校，他们叫 TAFE， 就是专技啊。那很有意思的，他们的年轻人选择去读专技的比例还相当高，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面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的收入不会差很多，他们不会有什么歧视说你是做木工的、做电工的，或是什么做水泥工，没有，因为他们几乎是平等，所以他们不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我想大概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就是读书啊，书读好一点啊，哦，读好书，你才能够以后怎么样，有好的出路啊。所以呢，从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接受这样的教育，说啊，读书一定要读第一名啊，如果参加任何比赛，就要得冠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我想我们当中有人读过啊，有没有人读过第一名啊？应该有吧哈。你第一名也读到了，冠军也得过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啊，这个第一名带给你什么帮助？或是说冠军对你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人好好想过这个问题？很多年前，不晓得大概我们当中大概很少人会去注意到跟我同样注意的问题哈。我曾经看到一个报纸的报道，让我的心很难过。说有一个北一女的同学，她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但是只有一次考第二名。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她跳楼，她想不开跳楼了。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一个消息？我心很痛。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只有一次第二名，她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报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年轻人，他去国外参加这个跆拳道比赛，也得过冠军啊。我回来曾经都那个名字都，我想不好意思讲，有些人一定认识他。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得过冠军以后，到后来他竟然去吸毒，结果没有钱了以后怎么样？把他的金牌拿去换钱。买毒品，好可惜。那在电影界有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叫 Mel Gibson，他很代表的一个电影是《勇敢的心》，Braveheart。那之后他另外他倾家荡产，他用了3000万美元，他自己的积蓄去拍了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叫做《受难记》那个收人记结果大概收入大概6亿美金很受欢迎。但是你知道，这样一个导演，他在拍完《受难记》以后，大概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他都在忧郁症当中。为什么？他在烦恼说，我怎么样再去拍出一个更好的电影？所以他一段时间跳不出来。以上我讲的这几个例子你注意听，他们都得过第一名，他们的生命也站到人生的高峰。但是为什么会有人会去轻生，有人会去吸毒，有人会落入长期的忧郁症？这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说，第一名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冠军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个要去想。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进一步，我是用正面要跟各位讲说，那到底你的生命怎么样努力才是真正的第一名，才是冠军？我想我们要从上帝的话来寻找。但是进入上帝的话之前，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叫纳瓦许或者沙瓦许，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游泳比赛得过好几个冠军。那你知道运动选手，他们为了要保持体力，他们要怎么样？要时常运动所以他们每天都慢跑。他每天都到一个湖边去慢跑，维持体力。但是有一天在慢跑当中，突然听到说“砰”，好大的一声冲撞的声音，发生什么事？有一个那个电车脱轨了，都掉到湖里面，哇！在那当下怎么样？他连思考都没思考，他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救人，因为他是游泳选手啊，他就跳到湖里面，一个一个尽他能够救的，把那时候能够救的人救出来。但是你知道，电车它已经冲到水里面，有的那个不止它的结构体破坏，它的窗子也都破掉了，所以他
他救人的当中，来来回回当中，他身上受了很多伤，也受很多伤。他总共救多少人？救了20个。救到第20个以后，他精疲力尽哦，就只好在湖边，他也昏倒过去哦。那昏倒过去发生什么事？他发生败血症，哦，他又有那个肺的并发症哦，所以他总共在医院里面躺了45天。那躺了45天以后，结果怎样？医生说你这一辈子哦没办法再游泳了。嘿，一个游泳冠军的人哦，他以后不能够再游泳，你觉得对他是怎么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不对？但是呢，当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一点都不遗憾。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多救一个人，哦，那该多好！哦，那记者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拼命呢？哦，还有很多人在救啊。他说：哦，因为当时我离他们最近，责无旁贷，我一定要去救他们。你看看这个故事，原来一个年轻人他是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为了救那些已经溺水的人，他断送了大半的前途。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对，他得冠军的时候，可能蛮有成就感哈。但是这一次，他为了救人，然后没办法再游泳，世人看起来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另外，我想在上帝的眼光里面，他做的真的是生命的冠军。他做了一个绝对有意义的事情。他这样做，就是像我们今天的圣经最后一节在强调的。我们再来念一遍好不好？来，他说：你看，来，我们一起来。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做的事情真的是，对啊，或许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但是他尽他的所有的力量，去能够多救一个就救出来。他真的是生命的冠军。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要跟各位讲说，到底透过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才活得有意义？怎么样才叫做生命真正的冠军？第一点，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生命的冠军不是一味的获得，不是一直想去得，而是在于怎么样，你要愿意先付出。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生命的冠军，就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愿意先付出，不是一直想说我要得到。你看世上的所谓的冠军或是第一名，你要不断去努力啊，你要去争啊，你要去往上爬，你才会得到冠军。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付出，才能够会去体会到生命的意义。这不容易哦。我举2个例子在历史上，你如果翻开历史，你会觉得说，有哪一个人你可以举出来说他是生命中冠军的冠军？有没有人想到历史人物里面很年轻的，活不到40岁，他可以称为冠军中的冠军他叫做亚历山大。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他33岁33岁就征服了欧亚非三洲，对不对？然后呢，33岁就去远征当中，他生了一场病就死掉了。结果他出殡的时候，葬礼举行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动作？他把他的棺木挖了2个洞，把他的手伸出来，让世人看说：你看我那么厉害，到最后也是2手空空。但是另外有一个人，跟他同样活了33岁就死了，那个人是谁？主耶稣，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一生没有他那么风光我们的主耶稣一生经历很多痛苦，而且在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
但是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断的付出爱心跟怜悯，让很多人的困难或是病痛得到帮助跟医治。更重要的，他怎么样？他让许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让许多人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这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你看，虽然主耶稣也是33岁就走了，但是呢，很多人因为他的牺牲，一直到现在还在享受他的爱，也在享受因为有耶稣基督带来的生命的改变。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意？我要问各位哦，你们当中谁应该都已经洗礼过了吧？洗礼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跳出来讲，谈一些问题。洗礼对你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你可能可以想很多哦，但是请你要记住，洗礼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你决定说，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自己的主人，对不对？那信主以后呢，你把生命主权要交给谁？交给上帝啊！这有没有很大的改变？这很大的改变哦。所以保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说：“如今在我活着，不是只是自己而活，而是怎么样？基督也在我身上而活。”这是我们信主最大、最宝贝的价值。到今天，很多人都因为信耶稣，在享受怎么样？享受他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而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大概不到1岁，我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我没有人管，我是阿嬷在带我的。我其实可以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到5年级的时候，自己去教会，找到教会，我想是上帝把我呼召吧。信了耶稣以后，让我的生命，能够改变，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你看主耶稣，他为什么为世人牺牲生命来救我们？因为神要透过主耶稣来完成救赎的这个伟大的计划。那当我们的主耶稣也照神的期待去完成了，结果怎样？在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那里有一段经文说那上帝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要让各位真的好好去记住圣经的一句话。圣经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怎么样更有福。”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不是说我会背啊，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就是你要真的愿意去做。你做了以后，你才知道说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当中我们徐长老他也做很多很好的服事我想跟他的姑婆应该有关系他有一个姑婆，以前在我们教会我们都称他阿嬷活了101岁才去世他是在睡梦中离开的。他在离开世上之前，他很关心教会的大小事情。其实他不是说最富有的，他起初也是跟他的先生白手起家2双筷子2个碗就白手起家。但是当上帝赐给他们物质丰富以后呢，他们一直在努力的都在关心教会有谁需要帮忙他都默默的观察，默默的做。而且最有意思的，他包括教会什么时候夏季学校什么做什么事情，他都了若指掌。我记得我每次夏季学校如果结束的时候呢，那一天下午结束，刚结束在做检讨会，然后女王炸鸡的鸡腿就送到了，每年都这样。他把时间都算得很准，然后复活节也好，或是圣诞节也好，当圣歌队他们
很努力的准备敬拜完以后，那个中午他就请他们吃饭，慰劳他们。我觉得他们或许不是教会里面最富有的，但是他就是用他的眼睛，时常在关心那些必须关心的人的身上。所以呢，到大概97、8岁吧，他已经行动比较不方便，他来要坐轮椅，但是每次礼拜结束后，谁最受欢迎？谁是许多人都要去找他讲话？就是这个阿嬷，大家都喜欢问他阿嬷最近怎么样啊？大家都围绕着他。我真的感觉到说，哇，这不容易，圣经很多道理，你听起来好像是逆理，什么叫逆理？就是说我要先得啊，人对我好，我才对他好，然后说我先对他好，但是呢，你去做了，你才会发现说，哇，真的，圣经讲的不是怎么样。不是随便乱讲的，你要去做。牧师希望你如果想让你的生命有真正冠军的那种感觉，你先记得，施比受更有福，去做做看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生命的冠军决定点不是在说你在世上领奖牌的时候，也不是盖棺论定。什么叫盖棺论定？盖棺论定就是人过世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在那里讲话，讲那些什么故人略历，大概很少讲不好了，对不对？不能欺负已经过世的人好像你看这个人过世怎么样然后大家都夸奖很多。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最近在看一本杂志，他在介绍说，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很不好，他都随便去抢抢赌场，然后绑架人家但是你很有趣，他被警察抓到了，然后去执行死刑以后，民意代表也送了一些匾额我们的民意代表很喜欢人家过世就送一些匾额。你知道有一个匾额上面写什么？写他宁死不屈。他跟警察对峙然后把一个高级警官打死，他竟然出了一个匾额说宁死不屈让那些警政人士气得头要来讨搞个签言那你就说，你看很多人在人过世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些只是好听的话。那对基督徒，我们要求的不是这个。其实我们说，生命的冠军在什么时刻？是你见上帝的时候。我们见上帝的时候，那才是分出是非的时候。所以你看看那个保罗，他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应该怎么活我读两段经文给我们听，如果你圣经能够翻得到的话一起来看他讲2段很出名的话，第一段在腓立比书第4章13到14节。腓立比书4章13到14节，这2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他说第一段的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13到14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的记载。然后哥林多前书也是第4章第4节到第5节，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2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不要以他目前的成就为满足。第二段在讲什么？讲说，他或许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还不批评自己。他说，我们都不要彼此批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等什么？等上帝来，他会照出个人心中的隐情。那时候呢，我们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这两段经文的意思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一些掌声，一些掌声、一些成就来迷惑，那也不要因为说啊，人家批评你，你就哇，好难过。不用啦，等上帝来，评断是在上帝哈。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不论上帝祝福你多少，不论你有多大的成就，我想我们年轻人当中很多很好，一定有很棒的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有一天你可能成就很高，地位也很高，但是你要想什么？你要想的是说，有一天我到神的面前见神的时候，我可以领奖牌吗？还是只是沉迷在说我在世上很有成就？这是我们时常要想的。那第三个呢？什么是生命的冠军？就是今天我们经文特别在强调了。他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去做什么大官或大事，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哈。有机会你可以做，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有没有坐在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记在身上的。我读过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它叫做说，这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禁播的内容，不能够播出来的内容。我想铁达尼号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最后它沉了哈。那他在描述什么？他在描述说，当时有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人，叫做对不起，外国的名字哈，他叫做雅斯特哈，对不起，雅斯特四世哈，他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哈，他也坐在那个船上哈。那当这个船要沉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快点把他的妻子，怀孕5个月的妻子送上这个救生艇，然后呢，自己留在船上。然后看着目送他的妻子说 "I love you"， 他就在那里跟着他的小狗，就送他们离开。那其实他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旁边的大夫一直说："你要上去啊，那个救生艇还有一个位置，你一定要上去。你那么有钱，你铁达尼号你至少可以买几十条啊，几十艘铁达尼号，你要上去。"但是这个雅斯特斯是说，我们要保护弱者，我们要保护弱者，所以他把他的舱位呢，把那个救生艇的位置唯一的位置就怎么样，就留给一个3等舱的爱尔兰的妇人。结果呢，几天以后，他的尸体在大西洋的海上被找到了，他的头已经破掉，被烟囱打破了。很可惜，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是呢，他有机会可以保住自己生命的大户很震惊的告诉他："你可以上去啊！"但是他不上去，他留给那一个妇人去做。我相信他的表现，在上帝面前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生命的冠军啊！那看到他的故事，我就在想说：你看，如果跟很多国王的王冠来相比，为什么有一些小人物反而会比那些王冠更令人家去怎么样去怀念？你看国王啊，或是王冠，大家都忘了。但是有些小人物，比如说德蕾莎修女，我看到现在很多人还是纪念着她，对不对？史怀哲博士，不晓得你有没有认识他？他有3个博士，音乐、神学跟哲学博士，跟医学博士。他把他的生命50年都贡献在非洲。那这些人是很平常的，为什么他们比这些君王更被纪念？因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用在去关心这些最弱小的人身上。那有些人会很怀疑的说：奇怪啊，你有那么多的成就，你为什么去服务那么卑微的人？像德蕾莎修女，人家就问她：你又不是印度人，你是阿尔巴尼亚的人，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服务这
这些那么低阶层的人。这个德蕾莎修女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她说：“我在这些人的身上怎么样看到耶稣？我在这些那么痛苦需要服务的人的身上看到耶稣。”这句话很要紧哎。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要讲的精神嘛。那个主人为什么说你这些事既然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为什么要坐在那些很卑微的人身上？因为就是耶稣在他身上啊，所以你的生命的价值不是说我今天很有成就啊，我赚了大钱，不是的我们好好去想今天用这个题目跟各位来思考，是说上帝给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长短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个目的。你有没有好好想过，是上帝给你的现在的生命有什么目的吗？或许你还年轻，像牧师我已经过了70，我开始在想说哪一天要去见上帝，见得到吗？用什么样去见上帝，对不对？你要想啊，上帝给我们生命，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一个目的，只是为了说让你每天很忙着经营你的生活，让你赚大钱，生活很好，然后成为人生胜利组，让人家跟你很肯定，给你很多掌声，还是说有一天，上帝期待说，我的孩子，你在我面前能够站立得很稳，因为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享受主人的喜乐。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好好去想说，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有上帝给我们好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期待。上帝期待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是真正的一个冠军对你的生命而言是真正的冠军。那要怎么做？就是你要记住，施比受更有福。去做做看。要记得用你的生命随时去关心、去爱人、爱上帝，特别呢要去爱举手之劳你就可以关心到的人。我觉得圣经的教训很合理。上帝不是说你要去捐一大笔钱，你才能够蒙上帝喜悦，没有。上帝只是说你这些事，刚刚圣经讲了很多事，你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换句话说，上帝要求的是说，举手之劳的事，你有行善的能力，你有多少能力，你去做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那你就是什么？你的生命就是冠军。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真正的冠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女。今天我们还有自由自在，能够在这个世上来活动、来出入、来做许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在恩典当中，我们要想到神你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绝对不是只是要让我们功成名就，让我们成为人生胜利组，而是要让我们有一天真的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得到由神你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要来得的奖赏。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都能够用你的话语共同勉励，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能够荣耀神你的圣名。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
寻见你，你同在里，我愿永远前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唯一，你已经赋予我们生命特别的意义。求你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配得主你早就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要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啊！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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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的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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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2场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易平安。